第9集，一個不會傷心的男人下，連接憂傷，連接愛。一個男人點解唔流露悲傷？因為佢知道佢嘅家人需要佢，佢就係咁默默地為自己嘅家庭付出奉獻。唔係佢唔會哀傷，而係仲有比悲傷更重要嘅事情等待住佢完成，不然呢個家就會垮啦。我安靜咁睇住男生，讓眼淚不斷流下。佢緩慢咁用右手抹掉停止不了嘅眼淚，嗰啲眼淚流下都係為爸爸感到心痛嘅哀傷。坐喺後面嘅一啲較年長嘅男士，雙眼亦都紅起上嚟啦，安靜咁睇住男生。我相信佢哋嘅悲傷亦都係咁樣被對待噶。片刻之後，我打破沉默問佢：你知道爸爸嘅悲傷喺邊度嗎？佢點頭，紅住眼睛睇住我。我繼續回應：係啊，此時此刻，爸爸嘅悲傷喺你嘅身上流露出嚟啦。你呢一刻連接到爸爸嘅哀傷，仲有爸爸嘅孤單。我起初好想邀請佢同爸爸嘅生命分化，教導佢如何區分自己嘅哀傷同爸爸嘅哀傷，但係我覺得佢好唔容易先至能夠連接到爸爸真實嘅心靈，所以希望佢能夠持續體驗。畢竟喺仲未有脫離爸爸、學習獨立之前，我哋都需要先靠近爸爸。因此，我只係選擇咗講一次。如果可以嘅話，請你將爸爸嘅悲傷還俾佢，而你不妨考慮允許自己以一個兒子嘅身份去經歷你心痛爸爸嘅悲傷。更重要嘅係，我強調，你知道嗎？你嘅爸爸並沒有死，佢仲好好咁活着，佢用盡咗自己嘅生命力去燃燒，而成全所有嘅家人。後面有一位老伯伯忍唔住起立鼓掌，大家亦都用掌聲嚟肯定呢一位唔在場嘅爸爸對家人嘅付出。已經坐翻去原位嘅佢，睇住我肯定咁點頭，眼淚流得更暢快。我借此做出個人嘅故事分享。我嘅爸爸喺我13歲時患上末期鼻咽癌去世，但係我唔認為佢死咗，因為我嘅身上流住嘅血有一半都係佢俾我，同時我生命能量亦都有一半係佢賦予嘅。佢會一直活喺我嘅心裏，直到我去世嘅時候，我嘅爸爸先會跟住我一同離開人間。所以你活生生嘅爸爸點可能會死呢？即使有一日佢去世啦，我深信你亦都會好似我一樣，你嘅爸爸永遠活喺你嘅心裏。佢聽明咗啦，點點頭，繼續抹掉佢流下嘅眼淚。我補上最後嘅一句：所以邊個敢話你爸爸已經死咗啊？你就去拆佢嘅招牌啦！我睇住前座嘅女士們，一面抹掉眼淚，一面大笑。我微笑咁睇住佢，然後繼續邀請台下嘅下一位觀眾發問問題。活出更美好的生命。隔咗2個月之後嘅某一日，我收到咗一封嚟自呢位男生嘅電郵。佢用謙卑且真誠嘅文字同我分享佢嘅家庭故事。佢喺最後嘅段落寫上咗一段文字。我聽過以亮老師好多次嘅講座，亦都讀過你所寫嘅書。除咗受益良多之餘，最重要嘅係感受到你心中對生命嘅嗰一份感動。我非常希望能夠同老師學習呢一份嘅感動，協助自己用正向思維去面對生活中嘅樂與悲，並相信生命係光，亦都係愛。我想喺呢一度親自咁多謝老師話俾我知，我嘅爸爸並沒有死，
多謝你，咁樣我更加有力量同埋勇氣去面對我嘅家庭，面對我自己。多謝你，我喺電腦前不斷重複閱讀呢一段文字，心裏感動咗好耐好耐。我睇到好多年輕人都好想轉化原生家庭所帶嚟嘅傷害同埋悲痛，亦都好想協助佢哋嘅父母繼續成長。呢啲一切我都睇在眼裏，感動喺心裏。我好為佢哋呢一份熱切嘅善心感動。呢一位爸爸內心嘅悲傷，代表住我哋社會上一代男人嘅悲傷。呢個係一種不外露嘅悲傷，因為佢哋知道仲有比悲傷更重要嘅事情等待佢哋去完成。請允許我喺呢一度向所有呢啲男士深深咁鞠躬，係佢哋將悲傷放喺一旁，繼續前進，而成就咗我哋呢一代。同時亦都請允許我喺呢一度向所有如同上述年輕男生嘅男士們深深鞠躬。年輕嘅佢哋正因為知道，所以唔想重複上一代嘅犧牲，希望為未來嘅自己揾到更美好嘅出路。我為咁樣嘅年輕人喝彩，善身就係要喺哀傷之後活出更美好嘅生命。